后来继续来到台南，昨暝嘛传出着庆声，有2排的人马为着蚵仔病材料回收的问题，双方是约到公庙来谈判，结果是讲无投机，爆发着冲突。其中一个蚵仔农竟然是当场开枪，弹着对方的正手，开枪了后马上被勒弄。到半暝2点外，在律师的陪同下，早犯案的迄支枪来投案。 伫安全部和警方带入警察局，伊就是涉嫌开枪伤人的姓黄的查甫人。其实嫌犯是蚵仔农，敢若是因为饲蚵仔甲朋友去冲突，昨暝约伫喜洲地区一间公庙谈判。因为回收蚵仔病发生纠纷，姓黄蚵仔农牙枪用枪柄拍伤一个人，再搁开2枪，一枪拍着姓陈的查甫人的正手。 另外一发拍着涂骹去伤了另外一个人的骹，犯案了后伊随走。今日透早，伊知影讲米无路啊，才伫律师的陪同下，拿这支枪去投案。黄贤遂取出手枪，再击发2枪，其中1枪击中陈姓被害人，贯穿其右手前臂。 经过了解，这个36多岁姓黄的蚵仔农，伊蚵仔价号控制风台扫歹去，损失300-400万。进前甲民意代表陈情，希望讲中央来补助，毋过无得到满意的回应。为着减少损失，想要回收蚵仔病甲玻璃拢来个利用，毋过面顶无写名，因此出现争议。伊既然咧，这底下拢无嘢嘛，到伊加减啊扣的时阵，会当省遐成本。 差不多150至200块，啊，即嘛一直研发吼，我要一袋500-600，迄种算讲吼，伊的保内容的耐度较好，较袂较高剥削安尼就对啦。其他蚵仔农表示讲，蚵仔病一个成本差不多2万外块，一般一个做就是100做，成本拢要几百万。即摆因为风台扫过，损失惨重，双方为了抢蚵仔病材料，煞起冲突，有人受伤入去病院，有人被依照涉嫌杀人未遂上班。即摆警方阁要追查这支枪倒位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